仲有我黃海林。又係喺頭先你見到片段裏邊見到你嘅因為我記得咧，第一次嚟參觀嗰陣，係啦，一行入嚟個學校我就覺得哇，個環境好唔錯，好光猛。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可以有一個咁舒服嘅環境俾小朋友學習，其實就好重要嘅。之前比較怕醜，好內向，之前唔睬人嘅，但係跟住之後咧，慢慢就見到佢其實變得開朗咗啦，又自信咗啦。尤其是係見到佢喺畢業禮可以上台表演啦，跟住又可以做代表讀出你啲同學仔嗰啲名，咁所以我覺得佢個轉變都好大。佢嘅轉變咧就係成長得非常好，特別喺佢嘅心理嘅發展方面，自信心嘅發展啦，同埋好奇心啦，仲有好重要咧就係自律。咁呢啲咧睇到即係學校對佢嘅影響，配合埋家庭咧係為佢奠定咗一個一生嘅基礎。留意到學校有好多親子活動嘅，好多時候都會邀請爸爸媽媽一齊參與，咁所以每次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，都會見到老師啊，見到校長啊，見到主任啊咁樣，咁所以其實一路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嘅。海林嚟講咧，我覺得佢一個好大嘅特點咧，就係佢喺嬰幼兒初階嘅階段咧，佢係比較含蓄。安眾幼稚園老師對佢嘅接納鼓勵咧，就係令到佢心裏邊咧可以開心翻學。咁又開心翻學咧，佢先正即係各種嘅潛能，佢發展得好。咁我睇到呢個係安眾幼稚園對佢嘅栽培咧，實在係功不可沒啊！我係安眾幼稚園，大家好開心耶！我相信大家都聽過3歲定80呢句說話，嬰幼兒期實在係決定你子女一生最重要嘅階段。大腦神經科學俾我哋明確嘅答案。喺嬰幼兒期階段，孩子大腦嘅意識功能只有好初步嘅發展，所以佢哋缺乏能力去理解喺佢哋身上發生嘅經歷，亦都因此佢哋會未經判斷同埋毫無保留咁吸收所有嘅經歷，而呢啲經歷會深刻咁烙印喺佢哋嘅潛意識裏邊，影響佢哋嘅一生。喺家庭同幼稚園裏邊感受到愛、得到重視同接納嘅嬰幼兒，心中快樂同有安全感，加上家長同教師嘅良好榜樣，會喺佢哋嘅潛意識裏邊奠定咗良好嘅自尊同自信、正確人生價值、積極人生觀同埋樂於與人相處嘅心態，保障佢哋一生活得好。總體嚟講，父母同教師作孩子嘅好榜樣，同埋讓孩子喺快樂嘅家庭同校園裏邊度過童年，係培育孩子重中之重嘅要訣。